歡迎大家收睇音一爹第3輯節目，我係今次的主持人超級白，係咪有白呢？我係細細粒，我哋係你哋今次的節目主持人，我哋係嚟對替上一輯即係第2輯的節目主持人林峰。大包整到靚龍，大包整到靚龍唔怕曬，大包整到靚龍，大包整到靚龍，大包整到靚龍唔怕曬。仲有大大 S。迎春花呀，處處開呀，心呀幸福來，幸福來呀，幸福來呀，大地放光彩。迎春花咱們大伙在，嘿嘿那呀那不嘿，合力培養情灌溉。其實你哋知唔知道點解上一輯主持人唔繼續主持呢個節目？好似係話由於佢哋都係重量級人物，就快食窮咗成間公司啦。冇錯，所以今季決定咗要隔扯佢哋兩個。經過一啲調整，今季已經決定將佢哋嘅節目改名為《愛酸呢》。細細粒，其實我有啲話想對上一輯的主持人，即係林峰講，就係、請你唔好食咁多包啦，好心你轉下口味，食下 Maggie 啊！我都有話想對大大 S 講。唔好意思，因為頭先出現咗一啲意外，所以而家繼續啊！我都有話想對大大 S 講，就係求你快啲同我哋嘅平哥拉埋天窗，生好多個肥肥白白嘅細細 S 俾我哋玩啦！咩？出面有好多蘋果？冇問題冇問題，等我即刻到。細細粒，我收到消息啊，聽講出面有好多蘋果，我哋快啲去執啊！等埋我啊！唔好意思，我哋先有個廣告，等我哋翻嚟哦，我哋稍後再見啦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蘋果，怎麼愛你都不嫌多，紅紅的笑臉溫暖我的心窩，點亮我生命的火，火火火火火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蘋果，就像甜甜最美的雲朵，春天又來到了花開滿山坡，種下希望就會收穫。咁耐嘅開始咗啊！可能我貴在性格啊，我真係覺得嗰個蘋果一啲都唔好食，我都係中意食咩魚多啲。好啦，我哋唔會浪費觀眾嘅時間啦，直接進入正題啦。咁樣啊，細細粒，咁我哋今日要討論嘅係咩啊？新年好似就快到咗啦喎，不如我哋討論下新年嘅 MV 啦。MV 好啊 ，MV 好啊！根據我哋收到最新嘅消息，一片崖已經籌備咗呢個 MV 嘅拍攝啊！咁就由我哋一齊回顧下舊年嘅花絮片段啦。請睇 VCR。怎麼 ？Action！小片包，B B 有爸爸，哥哥用咗嗬，我忘記咗。所以你嚟到一陣間
3。喂！1、2、3。1、2、3，整天咚咚咚咚锵，姐姐要唱戏歌。妹妹唱起歌来多嘹亮。咚咚锵呀，咚咚锵。噼里啪啦啪啦，怎样在那东来一声声，春风沉沉，春风沉沉，噼里啪啦啪啦啪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好一声，大地一声，噼里啪啦啪啦啪。可以。好啦，睇過一片演員嘅痛笑片段之後，相信觀眾都對今次嘅 MV 好有興趣係嘛？咁呢次 MV 幾時先可以睇到啊？只要大家留守住一片雅 Facebook， 你哋就知道啦。哦，咁好啦，快樂嘅時光過得真係快啊！又係時候講拜拜啦。我家蘇陣等緊我翻屋企啊，佢已經煮好飯等我翻去食啦。哇，太幸福啊！好啦，我哋嘅新聞報告就到此為止啦。下個星期同樣時間我哋再見啦。多謝大家收睇。咦？喂，仲未完啊？食咩食啊？你是我的小呀小蘋果，怎麼愛你都不嫌多，紅紅的笑臉溫暖我的心窩，點亮我生命的火。2015年，我是新 AV，將在明年2月18日。2月18日，大年除夕夜。2月18日，大年除夕夜，晚上11點59分，全球獨家首播。晚上11點59分，全球獨家首播。各位敬請期待吧！大家敬請期待吧！我們約定你哦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蘋果，怎麼愛你都不嫌多，紅紅的笑臉溫暖我的心窩，點亮我生命的火，火火火火火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蘋果，就像甜甜最美的雲朵，春天又來到了花兒開滿山坡，種下希